啊，先不要讲话，我要开始。我要录影的开始。到我们了。202的过来哟。那里有一只。它躲在下面有没有？有两只。我是说那里。你看它那个东西下面。哎，那里看见还有一只在那边呢。那里还有2只啊，然后那里还有一只啊，然后下面那边还有2只。下面有2只。然后最下面，然后那边通往那边的下面还有一只啊。然后那个洞里面有一只啊。2只。我说那个洞。好，我们上学了，我们跟兔宝宝说拜拜。拜拜。那个洞里面有1只还是2只？别走了。哇，又跑出来了。我们要跟跑过来的。我猜我把它闪出来。你怎么